揭開迷霧，係咪就可以睇清真相？亞裔女博士喺耶魯大學實驗室離奇失蹤，美國警方展開地毯式搜索，但係就一無所獲。直到5日之後，調查人員聞到一陣好重嘅腐臭味，最終先至喺牆壁裏邊揾翻佢。呢個女博士嘅身上有觸目驚心嘅傷痕，令到現場嘅調查人員都唔敢直視佢。而呢一日原本係佢披上婚紗步入婚姻殿堂嘅日子，咁本來應該出現喺婚禮現場嘅新娘，又點會變成咗具冰冷嘅屍體嘅呢？佢生前究竟遭遇咗啲乜嘢呢？兇手又點解對佢痛下殺手？今期我哋一齊嚟講下呢一單震驚全美國嘅耶魯大學牆中女屍案。如果你中意聽奇案、怪案、懸案，又或者未解之謎，歡迎你 subscribe 本頻道，俾個 like， 撳叮叮鐘。安妮洛1985年7月3號出生喺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嘅聖何塞，係越南裔移民嘅後代。安妮細個就表現出遠超同齡人嘅才智同埋聰明，而且佢讀書非常俾心機，非常努力。高中畢業之後就以優異嘅成績進入咗羅塞斯特大學，就讀嘅期間足足獲得咗16萬美金嘅獎學金，並且仲成功申請到常春藤名校之一嘅耶魯大學博士研究生課程，攻讀醫理學博士學位。嗱，你可能會認為咁優異成績嘅一個細路，唔通佢淨係識得讀書？實際上，安妮唔單止學習成績優異，性格亦都非常外向開朗。佢積極咁參加各種嘅活動，而佢嘅理想就係攻克包括癌症在內嘅一系列疑難雜症，幫助飽受呢啲疾病困擾嘅人重新翻到正常嘅生活軌跡。咁優秀嘅女仔，當然係大把人追。佢嘅未婚夫喬納森就係其中之一。喬納森係安妮喺羅塞斯特大學嘅同學，佢又高大又靚仔，可以話係儀表堂堂，而且亦都係個學霸。兩個人確定關係之後，喺享受甜蜜愛情嘅同時，亦都冇荒廢咗學業，而且一齊學習，共同進步。當安妮成功申請到耶魯大學博士研究生課程嘅時候，喬納森亦都成為咗美國曼哈頓哥倫比亞大學嘅物理學研究生。於是乎，兩個人就分隔異地，不過並冇影響到佢哋嘅戀情。喬納森經常會揸車揸2個幾鐘頭，從紐約去到紐希雲去探安妮。時間嚟到2009年，兩個人經歷咗多年嚟嘅愛情長跑之後，終於確定咗婚期啦。仲諗住喺婚禮之後就去希臘度蜜月。安妮係個完美主義者嚟，佢一直都同朋友講話，自己嘅婚禮必須要完美無瑕。對於即將到嚟嘅婚禮，安妮可以話幾乎考慮到每一個細節，從妝容、髮型嘅設計到酒宴場地嘅佈置，佢甚至仲親手幫自己去縫製面紗。婚禮嘅日子越嚟越近，安妮亦都完全沉浸喺即將到嚟嘅幸福婚姻之中。不過佢點都估唔到，自己可能永遠見唔到佢夢想當中嘅婚禮。2009年9月8號上午，安妮同往時一樣離開咗宿舍，去學校嘅實驗大樓。佢用 ID 卡碌開咗門鎖，不過就冇人懷疑到。自此之後，佢就再都冇從呢棟樓行翻出嚟。直到當日嘅深夜，安妮嘅同宿室友先係第一個察覺到有啲唔妥。佢知道安妮經常會喺實驗室裏邊留好長嘅時間，不過就點都會喺天黑之前翻到宿舍。如果要喺實驗室加班嘅話，佢亦都會提前同自己打聲招呼。我今日嘅安妮就一反常態，佢朝頭早出咗門之後就再都冇任何嘅消息，打電話又冇人聽，連續打咗好幾個電話都接唔通。室友開始有啲心急，於是就打電話俾安妮嘅男朋友喬納森，問佢知唔知安妮去咗邊。但係喬納森都唔知安妮喺邊。喺聽到安妮嘅室友話打咗好幾個電話都揾唔到佢嘅時候，喬納森亦都開始心急，於是亦都開始四周圍咁打電話去揾安妮。喬納森打咗電話俾安妮嘅屋企人，結果屋企人一樣唔知安妮嘅下落。
於是佢同安妮嘅屋企人就打電話報咗警。起初警方冇太懷疑，話晒新娘喺結婚之前可能會因為壓力而情緒崩潰，於是就揾個地方匿埋，甚至會出現逃婚嘅情況。呢啲咁嘅案例又唔係未發生過，而且耶魯大學四周圍都係監控攝像頭，要揾個人分分鐘輕輕鬆鬆就做到啦。不過當警方真係展開調查之後，就發現案件似乎唔簡單噃。根據安妮嘅好朋友話，安妮從來唔會咁容易就俾困難打敗。佢身材細細粒粒，得個1.5米，但係身體裏邊就好似凝聚住強大嘅爆發力一樣。由於佢凡事追求完美，所以先至會喺關鍵嘅時刻有足夠嘅能量全力以赴。安妮近期向校刊雜誌投稿過一篇文章，標題係《紐希雲市嘅安全與犯罪》。喺呢篇文章當中，佢呼籲重視校園安全，仲提醒啲女仔要注意保護自己。咁樣一方面呢，就講明咗安妮仲有空餘嘅時間去做其他嘢，就唔似被婚禮又或者學業壓到唞唔過氣咁嘅樣。而另外一方面，有冇可能係安妮最近遇到啲講唔出口嘅麻煩，而喺度用呢一種方式去做抗爭呢？嗱，如果以上呢一啲就只能夠作為旁證嘅話，咁警方喺安妮辦公室嗰度發現咗銀包、手機、信用卡，就證明安妮並冇諗住離開太耐。咁如果安妮唔係主動離開，成件事就會變得好嚴重，甚至會影響到在校師生嘅安全。一時之間，耶魯大學校園之內人心惶惶，校方甚至仲發出咗1萬美金嘅懸賞去揾有關安妮嘅線索。9月9號，亦即係安妮失蹤嘅第2日， FBI 亦都介入調查。佢哋喺校園裏邊設立咗指揮中心，一邊組織人手展開地毯式搜索，一邊仔細咁去睇校園75個監控攝像頭嘅錄像。經過幾十位 FBI 探員嘅努力，佢哋終於揾到咗多少蛛絲馬跡呢？根據 FBI 嘅調查，安妮喺9月8號上晝10:09到達耶魯大學嘅動物研究實驗室。當時佢身着住過咗膝頭哥嘅半身長裙，綠色嘅上衫，條頸度戴咗圓珠頸鏈，手上捧咗一沓厚厚嘅資料，睇起上去一切都好正常。而喺佢身後亦都冇人跟住佢。當日晏晝1點鐘，實驗室大樓曾經響起過火警鐘，所有人都撤離咗大樓。只不過 FBI 探員反反复复咁睇咗視頻好多次，就並冇發現安妮噃。咁唔通佢就從來冇離開過呢一棟大樓？或者安妮係被困咗喺大樓裏邊嘅某個角落，佢由於身體虛弱，已經冇辦法大聲咁呼救。FBI 馬上做嘢，封鎖咗成棟大樓，仲逐層逐間房咁去排查。而且呢，每間房每個角落頭嘅衣櫃、大型衣櫃等等，全部都睇晒。凡係一個人能夠入得到去嘅地方，佢哋全部打開嚟檢查過。不過由於面積實在太大，搜索嘅工作一路持續到第2日嘅晏晝，但係結果依然係一無所獲。調查人員就唯有重新去追查安妮嘅行蹤，希望從中可以發現到新嘅線索。由於實驗項目嘅保密性，所以喺實驗室裏邊係冇裝攝像頭嘅。不過每棟大樓嘅每個實驗室都有高級別嘅門禁系統，要有相應嘅權限嘅人先至可以碌卡入得到去。所以警方可以通過 ID 卡嘅出入記錄嚟確定案件嘅行蹤。根據記錄，安妮喺進入大樓之後呢，係先入咗 G13實驗室，之後就去咗 G23，然後就去咗 G22。但係根據 G22實驗室嘅出入記錄，安妮就只有進入冇出翻去。咁即係話，安妮喺9月8號進入到 G22實驗室之後，就再都冇出過嚟。調查人員覺得好奇怪，事關呢個 G22實驗室，佢哋唔係冇搜索過，喺裏邊根本就見唔到安妮嘅蹤跡。所有人嘅心情喺呢刻變到沉重起上嚟。警方嘅調查重心亦都逐漸咁從失蹤案轉化為疑似謀害案。警方確定重新去搜查 G22房間。
G22實驗室係飼養實驗動物嘅房間，四周圍都有貨架同埋箱，可以匿到人嘅地方唔多。不過今次警方呢就將呢度作為可能嘅案發現場嚟搜索，任何細小嘅線索佢哋都唔放過。調查人員先喺一個好唔起眼嘅角落頭嗰度發現到一粒圓珠，睇個樣呢好似安妮當日戴住個頸鏈上邊嘅嗰啲珠嘅，而且喺一處牆角落頭嗰處發現有噴濺上去嘅細微血滴。跟住調查人員又喺實驗室嘅頂板上方發現咗一隻膠手套同埋一隻白色嘅中筒襪，而根據此前嘅監控畫面對比，安妮進入實驗室之前正係着住呢一種白色嘅中筒襪嘅，咁就好明顯啦，係有人專登去收埋呢啲證據。嗱，從種種嘅線索嚟暗示，睇嚟安妮已經遇害，但係警方揾勻成個 G22實驗室都揾唔到安妮，咁就令到警方佢哋懷疑會唔會係安妮嘅遺體已經被兇手帶出咗實驗大樓呢？嗱，如果係咁嘅話，咁兇手一定會隨身帶住個大袋，甚至乎係大箱嘅噃。不過仔細咁睇完監控之後，警方並冇發現9月8號當日有人拎住疑似嘅袋離開實驗大樓。咁唔通安妮係以另外一種形式嚟離開嘅？嗱，呢個推理就非常之可怕啦。不過警方而家別無選擇，佢哋馬上通知咗40英里開外嘅垃圾焚燒廠停止焚燒垃圾，並且派人呢喺嗰度逐一去揾嚟自耶魯大學嘅垃圾袋。不過仍然一無所獲。案件嚟到呢度似乎陷入咗困局。熟悉安妮嘅師生聽講話揾唔到佢嘅屍體，佢哋心入邊就多咗份希望，希望安妮可以平安咁翻嚟。眼睇住安妮嘅婚期就嚟到，佢哋仲自發組織咗一場祈禱嘅儀式。不過祈禱最終都冇起效。2009年9月13號係安妮失蹤嘅第5日，亦都係原本佢大婚嘅日子。警方又一次進入到 G22實驗室，呢個時候佢哋隱隱約約聞到一陣好奇怪嘅臭味。G22實驗室係飼養實驗動物嘅，所以有啲怪味係好正常嘅。但係經驗老道嘅法醫一聞到就馬上話啦，呢種絕對唔係動物糞便嘅臭味，而係屍體腐爛嘅氣味嚟。佢哋跟住呢一陣味揾到嚟一間實驗室內部嘅廁所。呢度佢哋亦都曾經揾過，冇咩地方可以收得埋人。最終調查員揾嚟揾去，注意力就集中咗喺馬桶後邊嘅牆壁之上。嗰度係一塊金屬嘅面板，原本係電纜管口嘅維修口嚟。而當佢哋打開呢一塊面板之後，一陣惡臭味撲面而嚟。只見喺狹窄嘅管道裏邊，頭下腳上咁棘住咗一具女性嘅屍體。經過法醫鑑定，呢具女性嘅屍體就係失蹤多日嘅安妮。安妮頭部、鎖骨等等嘅地方有多處骨折，內衣被撕開，身上仲留低咗男性嘅殘留物，疑似係遭受過侵犯。死因係頸部被勒導致窒息而死。由於管道口實在好窄，警方懷疑安妮身上嘅骨折係兇手專登製造出嚟，就係為咗可以將佢嘅遺體硬塞入去。經過慎密嘅調查，2009年9月15號，警方確定實驗室技術員雷蒙德·克拉克就係犯罪嫌疑人，並且當晚就將佢拘留。其實早喺屍體被發現之前，警方就已經懷疑過呢個雷蒙德。因為佢當日係除咗安妮之外唯一入過 G22實驗室嘅人。喺接受審問嘅時候，調查員留意到雷蒙德手臂上有新鮮嘅搲痕。對此呢，雷蒙德嘅解釋話喺屋企隻貓同佢玩嘅時候唔覺意搲傷咗佢。調查員又問佢9月8號去實驗室做乜嘢，佢話朝頭早7點鐘嘅時候去到實驗室，10點幾就見到安妮。大概係12點左右，就睇住安妮離開咗實驗室，然後火警鐘就響，佢哋跟住大家一齊跑出咗實驗室。但係過咗冇幾耐，發現並冇啲咩危險，於是又重新翻到實驗室繼續工作，
一路到晏晝4點收工啦，先至離開。雷蒙德嘅表現好淡定，佢嘅答案亦都同監控影到嘅畫像係吻合嘅，而且識佢嘅師生對佢亦都做出咗好高嘅評價，大家都話呢個雷蒙德係個幾唔錯嘅人，做事認真，性格溫和，唔太可能會做啲咁嘅事。但係由於當時冇直接嘅證據，所以警方亦都唯有暫時放咗佢。不過直到安妮嘅遺體被發現之後，情況一下子就唔同晒。喺安妮指甲當中揾到嘅血污，同埋衣物身上男性嘅殘留物，都檢測出咗雷蒙德嘅 DNA。喺呢一個鐵一般嘅證據面前，雷蒙德承認咗自己謀害安妮嘅事實。2009年10月6號，安妮謀殺案開庭。喺法庭上，雷蒙德冇幫自己辯護，佢向安妮嘅男朋友同家人道歉。睇起上去依然係一副好人咁嘅樣，不過呢個睇起上去咁溫順嘅男人，又有邊個估得到佢會做出咁殘忍嘅事？雷蒙德嘅律師幫佢做咗無罪辯護，話佢有精神病。嗱，按照美國嘅法律，如果可以證明雷蒙德真係有精神病，咁佢就可以喺精神病院裏邊度過餘生，而唔使去踎監。不過經過醫務人員嘅鑑定，佢根本冇所謂嘅精神疾病，冇辦法通過呢種方法去逃避法律嘅刑責。2011年3月17號，雷蒙德就謀殺同性侵未遂認罪。6月13號，佢被判處有期徒刑44年。不過雷蒙德對於佢點解要犯案同埋點樣作案都保持咗沉默。有人就估啦，雷蒙德可能係愛上咗安妮，雖然佢哋先係剛識4個幾月，而且兩個人嘅交集唔多，但係佢已經可能係深陷其中而無法自拔。諗到安妮喺5日之後就會結婚，佢就永遠冇辦法得到安妮嘅心，於是佢就強迫安妮放棄同喬納森嘅婚姻，並且試圖去侵犯安妮，但係安妮奮力咁反抗，於是最終造成咗慘劇。之所以會有呢一種猜測，係因為案發之後，雷蒙德高中時期嘅女朋友就話佢呢係一個雙面人嚟嘅，表面上係溫和友善，但係實質有好強嘅控制欲，甚至當時會經常去干涉佢點樣着衫同埋去邊。最終亦都正係雷蒙德超強嘅控制欲，所以呢個前女友先要選擇同佢分手。不過當然啦，呢啲都係猜測嚟嘅啫。雷蒙德嘅殺人動機係乜嘢已經唔重要，唔理佢出於咩目的，安妮嘅父母永遠失去咗佢哋嘅寶貝女，而喬納森亦都永遠失去咗佢嘅新娘。喺庭審期間，安妮嘅母親一直強忍住淚水，佢話：我希望我個女呢件事能夠令到大學更加重視自己嘅校園安全，保護好自己嘅學生，為佢哋提供一個更加好、更加安全嘅環境。唔好再等其他家長失去佢哋嘅細路。安妮最終嘅結局令人唏噓，邊個可以估得到睇起上嚟咁溫順老實嘅雷蒙德，竟然係咁陰暗、咁極端嘅呢？正所謂知人口面不知心，所以喺呢度亦都要提醒大家，防人之心不可無，尤其是嗰啲後生嘅女仔，要格外咁小心。校園本來應該係一片淨土，只不過越係安全嘅地方，就越唔可以疏忽大意，唔好向任何犯罪分子提供可乘之機，避免悲劇再次發生。揭開迷霧，真相大白。如果你中意聽奇案、怪案、懸案，又或者未解之謎，歡迎你 subscribe 本頻道，俾個 like，撳叮叮鐘。我哋下期再見。